3、2、1，Action！問大家個問題，大家有冇覺得而家你哋已經好滿足於自己嘅工作崗位，唔需要再做呢啲嘢？同大家分享一個關於我嘅故事嚟。大家好，我係鄭恩 Sir。嗰個年代係1981年，我就喺香港電台主持緊香港電台第2台一個好黃金嘅時段，朝頭早9點鐘到11點鐘，叫做音樂眼。我記得有一日咧，當我做緊呢個直播啦，咁食緊咬緊個菠蘿包，喺度翻開嗰份叫《電視日報》，而家都執咗㗎啦。打開，而家見到自己個名喺度，咁寫咩嘅咧？佢話香港電台 cut budget，先炒鄭丹瑞。咁當時我監製嘅反應就而家我做俾大家睇啦，就係佢哋點會知㗎？有個節目，你想做幾多都得。即係 cut 邊就 cut 邊就。輕談淺唱不夜天，凌晨2點到6點。聽到話你由朝頭早9點鐘等我去通宵做節目。我理論上應該唔做㗎啦，我又唔想拍台炒，就自己炒自己㗎啦。但係好，我忍嘅，我做。2點鐘，我記得第一晚，第一首歌係梁祝小提琴協奏曲，唔知10幾分鐘，咁我就坐咗喺個直播室。跟住差唔多完喎，咁快完嘅，好就播首 Eagles 嘅 New Kids in Town啦，有6、7分鐘。咦唔得喎，都仲未打半嘅。好，我就揀 Jingle Bell 嘅聖誕串燒歌。但係嗰陣時係夏天，總之有幾 hea 得幾 hea，我都唔知自己做乜。是但啦，咩歌得？去到有一日，我又要做節目啦，因為我睇到其中一封信，主持人，如果你不喜歡做輕談淺唱不夜天，請你不要做。我是一個十分需要音樂嘅夜間工作者，咁就冚咗我2巴，咁唔係幾好意思啦。咁要俾心機做下，試下啦。哇！原來4個鐘頭係一個好好鍛鍊自己做 DJ 武功嘅時間嚟嘅。又過咗2、3個月啦，我發覺我自己嗰2晚嘅節目開始由得1、2封信到10零封信點唱。有一日，我見到一個好熟悉嘅字跡，我等到嗰封信啦。今次佢就係親愛的阿簡，親愛的阿簡。OK， 已經唔係主持人3個字，即係話佢認同到我啦。佢想聽我做節目。成個節目做咗9個月，突然間直播室嘅電話響，我拎去聽。喂，阿簡啊，我張敏儀啊，你今晚嘅節目做得幾好聽喎，加油啊！收線。張敏儀當時就係廣播處長，我就以後都唔需要再做呢個輕談節目嘅嘢。呢件事到底原來就係張敏儀有一日翻工嘅時候喺架車度聽到9點到11點有一個人亂咁做節目，呢個邊個咁負責任炒佢？每一次有人問起我。但係你喺廣播歲月入邊，你最記得嘅、最難忘嘅就係呢9個月。只要我播嘅歌，我自己喜歡，我取悅到我自己，我嘅聽眾就會因為我嘅喜悅，因為我開心，因為我播嘅歌而留喺我嘅節目旁邊。已經今晚玩得開心啊，唱得開心啊，一定要唱得開心喎，因為唯有係你哋唱得開心投入，你哋現場嘅所有嘅 fans 先至會開心投入，先至會大家一齊好似而家咁歡呼，再叫翻你哋出嚟。為我在設想，和你叫青春繼續燃亮，願昨日飲歌，定可再遇上。下一個合唱 E-Kids。紅館見。講一些快樂數字，才明白光陰像箭，你我在製造。
出笑臉，共你登上那過山車，直到車速慢了，我們沒法再欺騙。你追趕燦爛前途，旁人亦一早料到，你我每一天退步，別要講半句對不起，人人也會別離，就當我配不起愛你。請追蹤心內理想，今天的我別難過，前途太漫長，別要再想，抬頭讓我們辨別方向，如若再勉強會跌得更傷。和你眼睛應格外明亮，願你下班車定可會遇上另一個迷上，然後我便會為我再設想。和你叫青春繼續燃亮，願昨日飲歌定可再遇上下一個合唱，同在每日繼續成長，再找方向。將青春眼淚埋藏，沿途因火花燃亮，你要比星空燦爛。若這刻你我變知己，仍然有我在旁，願你我也一起茁壯。請追蹤心內理想，今天你我別難過，前途太漫長，別要再想，抬頭讓我們辨別方向，如若再勉強會跌得更傷。和你眼睛應格外明亮，願你下班車定可會遇上另一個迷上，然後我便會為我再設想。和你叫青春繼續燃亮，願昨日飲歌定可再遇上下一個合唱，同在每日繼續成長，再找方向。頭再別要抱着對方，而你也要變得硬朗，在困惑與挫敗也不偏揀有淚光。淡淡的對望，和你眼睛應格外明亮，願你下班車定可會遇上另一個迷上，誰亦會像你像我為愛心傷。和你叫青春繼續燃亮，願昨日飲歌定可再遇上下一個合唱，同在每日繼續成長，再找方向。Thank you。點啊？哇！肥一肥死啊！證明啦。誒，做咩一地都係紙碎嘅？咦？咩嚟㗎？呢啲係會罰錢㗎。今次嗰啲我哋都唔知。E-Kiss 演唱會唔係喎，儲夠10張就可以換嗰個喺惠康換嗰啲雅餐煲喎。唔係，儲夠10 gram。喂，唔好意思，因為咧我哋完全未試過開兩場演唱會㗎嘛。係啊。所以咧，而家送你4隻大字，係晒嘢。因為 overrun 得好緊要，咁咧就可能要面臨罰錢啦。但係有佢罰啊，聽到有人話有佢罰啊，已經啲單係俾錢㗎。嗱，大會問發神啲班，咁陣間請問呢位每人收翻5蚊咧，就應該夠我哋罰錢繼續唱落，仲使唔使唱落去啊？唔係啊，其實我哋好鬼死緊張㗎，你哋知唔知啫？即係咧，你唔好以為我哋3個好似好容易落咗呢個 run down 出嚟，其實我哋由到頭先嗰一 part 之前
我哋都好緊張，係啊亦都好多嘢做錯咗，即係喺個過程入邊。佢哋但係見到㗎啦，見到見到知㗎啦，知你呃晒，仲要講翻出。 OK， 但係唔緊要喎，因為仲有聽晚喎。邊個人又買埋聽晚㗎？舉手先。咦嗱，咁冇舉手嗰啲蝕底你啊！頭先話我冇咁樣喎。咩啊？聽晚仲有冇飛啊？聽晚好似冇飛喎。有冇啊？仲？聽晚好似冇咯喎。通常睇演唱會咧，最好睇就係頭場。頭場你搶場啊！唔係咯，你哋今日喺頭場喎，今日好威喎，今日。不過聽日過癮啲喎，好似係嘛？聽日錄影嘅喎。係啊，聽日會現場錄影嘅。係啊。我想講咧，今晚你哋嘅反應咧，其實我哋都會有剪輯翻喺 ViuTV 嚟緊，都會播翻我哋呢個演唱會㗎。大家想唔想擁有我哋嘅珍藏咧？咁我而家再嗌大聲啲俾人哋拍啊！跟住1、2、3 OK。佢會問：咦，咁部機喺邊啊？咪嗰度咯。你睇唔到㗎啦。即係好似的士咁咧，你坐後座咪有個 mon 嘅，即係你唔俾錢佢就幫你擺上 Facebook 㗎啦，一樣。我哋有鏡頭嗰度。嗱，亦都要再多次多謝。頭先阿蛋哥，俾啲掌聲阿蛋哥先。又係一個電話，義不容辭。其實我仲想多謝少爺尖，即係佢今日冇嚟，即係嚟唔到。其實，即係個過程有啲誤會啦。咁但係佢幫我哋今年填咗一個米林啦，填咗1、2、3、4啦。咁啊好多謝佢，我哋俾啲掌聲阿尖好唔好？希望佢喺903嘅時候已經聽到。係林敏聰。啊，唔係啦，林敏聰冇 rap 嘅少爺尖。係 rap 嘅少爺尖。好啦，林詠麟，你有冇啲咩特別嘢想講？喺呢度咧，好快咁講啦 ，Overrun 罰錢啊，因為咁啊，兩位兄弟就成家立室啦。咁啊，我真係喺呢一度咧，你唔係想求婚啊？唔係頭先，其實喺你嘅 solo 咧，我已經好明白你嘅性取向嘅。係。我見到好似有條脷嘅，好似話。你有冇睇過佢 Facebook 有個 Facebook 人佢冇懟過嚟喎。佢成日同啲男人錫嘅。有條絲環味啊！不過其實阿倫係咁嘅，喺卡拉 OK 飲大兩杯。